咱南部吼天气热，但是天气热爱食啥？食一寡较刺激性的物件，像这个北皮咸椒啊吼，咸咸甜甜，足开胃的。一般咱做北皮咸椒是拢炖鸡肉较济啦，啊，但是人家这个豆腐吼，做一个结合，咱来试看卖。哦，我即马知影，啥大家遐尼爱来遮食物件，伊足好食啊！北皮咸椒伊本身毋是干那咸尔，伊佫有一个甜味，啊，甲恁这个豆腐吼，迄汤汁安尼烧起吼，好食。当初时，头家娘因为囡仔16岁大汉啊，所以想要找一个单纯的食头来做。本来是来遮开设咖啡厅，后来因为真侪人客想要点菜，才将厝内家常菜提出来卖。搁进一步变化出别个所在拢食袂到的菜色。头家娘虽然毋是客家人，但是因为介意食客家美食，人客嘛想要点客家菜。所以，伊就家己研究姜丝大肠，伊的做法改变真侪人对姜丝大肠口感的印象。大肠有些油介济嘛，介济的时我当然拢去夹夹刀，定清的时阵，我就用米酒、盐巴、爱粉，啊，落洗遐上开的时阵，洗清水，伊就洗到拢袂伤的时阵，我较来煮。因为我那大肠，甲人无共，别人的大肠则还是足嫩。我那大肠就是阮遮的人客较济，年岁较济一碟啊，所以拢一定爱杀甲足烂，互人感觉讲想要无来食像伊共款。接落就是爆油，吞好吞安尼，啊人客反正答案袂歹，我就照安尼做。因为人客的需求，所以这个姜丝大肠除了新鲜以外，还佫加上头家娘用心的处理。大肠有新鲜的脆度，但是袂伤过甜，无迄种需要爆真久的口感。这种软度，囡仔大人拢会当食。姜丝的大肠吼，拢是吼配酒也好，配糜也好，配米露嘛会使，真正拢是。天气热吼，食这安尼就出爽吼。来遮也有一项大家拢一定爱点的，就是因的砂锅鱼头。这有做砂锅鱼头啦吼，大家定下咧食到，但是一般砂锅鱼头人拢用大头鲢较济，吼啊，但是咱台湾四面环海啊，遮尔济好鱼啊，一定爱甲试看卖无共款的做法啦。头家足巧的，三文鱼甲水落，咱来看卖。哎，哦，这海鱼吼，就较无迄种土味啊。啊，这三文鱼就是本身伊的甜味，甲伊的这个吼肉质，拢会较无共款。咱来试一个汤头。哦，伊这鼎足青烧呢，试一个。哦，因为鱼肉无共吼，伊的甜味嘛会料啊无共款。但是我感觉这个选择真好，用这个三文鱼头来做砂锅鱼头，另外一种赞处。会做这出砂锅鱼头，是因为头家娘的爸爸真介意食鱼头，所以头家娘就开始研究鱼头的料理，和爸爸来店里。会当唯爱食的菜。后来因为人客讲大头鲢食起来有土味，所以改用高级的三文鱼当作材料。三文鱼头的处理，就要先经过腌制，再搁高温油煎，了后爱入去冷冻放过暝，过工才会当使用。因为龟头食起来是较稳定啦，就是讲较袂讲惊臭土味安尼啊。爱吃一定爱用清气，啊，佮有点仔烂。有点仔烂时，我就揢汤匙烤，我外口遐烤的，啊烂洗。我是腌米酒甲盐巴先来冻，因为过腌吼食起来较会咸鲜啦。正常别人咧做无过腌，我是感觉过腌，迄个咸度食起来去麻咧，啊，食起来较会甜。我这人舅母较要求。我就是已经爱要求大地细地，我就看袂下。啊，细地我就去送饭。我讲贵袂要紧，你甲算贵袂要紧，我就是要大地，互人客食起来有一个迄个感觉。我感觉讲趁少袂要紧，就是人客一定爱食欢喜，啊，互人客带人客食得心安尼啊，我的心嘛是安尼啊。这鼎砂锅鱼头内面
查某囝对老爸迄份爱。即马第二代继续接手，同心传承这出家传的美味。因游园延续大家的做法，严选食材，煎过三文鱼做底，搁再配搭新鲜的海产甲火锅料，会当讲是甲高雄的海港美味，拢总藏伫咧一鼎内底。